友大家好，我係向順嘢，看到晏半日10點收聽見杯9月23禮拜3嘅最佳新聞。順嘢同你大家一路從客家莊關心到世界大事。今日新聞開始先從你鏡頭帶到南台灣，你看到係高雄日美濃鎮嘅龜山圳，對88歲在之後博坎變鐵，美濃鎮南邊將近400家白田，在某水做得乾開。負責水土維護嘅農田水利會，是因為公文來回重要嘅事件提倡，到基本嘅長老水利署嘅提出好把口現體會看，預計少做為事故。某年代遇到禮拜就做完工嘅工廠，是拖嚟安充事件，農民都知道食材係當無奈何。也係今年3年嘅龜山水準，因水有錢嘅水土可以看得更清楚。古日嘅畫面睇經過88太水以後，人類睇龜山圳博盆城嘅農田，更加全部都被種下嘅。按你看過去，像存到一大片嘅沙石地，也龜山圳嘅引水後，馬蹄也擺太水被種哦。引水後離地差唔多有2層樓咁高。路大呢片嘅主要呢，有南邊啊，啊見咧南邊無謂咩都從個灌入來，見包括你入水後從嗰條你產下會變起嚟。佢一變強係竟係摘工一都竟係冇水用啊！人哋龜山圳嘅병水冇水有병啊！目前喺跳類短期作物嘅種植時期，農民冇水可以用，當然會受落。不過水圳本係一隻農業，負責維護龜山水圳博盆嘅高用業農田水利會，佢每年讓正式會同水利署提起河川局來進行現體嘅會勘，已經24號來通過。見到我哋也會勘過去喎嗬。嗰個見河川局啊，嗬，也已經答應我哋攞做嘅嗬，也同意嗰個見我哋下注啊，嗬，佢就我哋通報俾河川局喺度嗬，嗰個我哋搶可以，我哋全部嗰啲機器也調好嘅，嗬，搶可以正常施工嘅。運件一期嗬，差唔多1禮拜。搶時有1個禮拜左右就可以完工嘅引水土，4天可以睇快一隻農業以後，相關單位讓準備來通工搶修，喺公部門公務往返嘅考慮地帶，農民搶做得對冇水可以用嘅農田見分條。客家新聞曾分子高雄報道。一連串留行業教學相關嘅內容，先嚟看到屏東縣政府從3年前開始推動幼兒行業教學，線上普遍反映最大困難係冇教材，所以縣政府是招商學者老專家編寫全國第一套幼教嘅行業互通式教材。兩份教材有6本書、老 CD， 本線上做得很難有內容嘅進行行業教學。在發表會中播放行業教學使用嘅成果，小朋友勇敢嘅藝術，愛線上行業起來講客話，也在3年前能開始推動4年嘅行業教學嘅初期，係冇辦法想象嘅畫面。我哋推行嘅全行業嘅教學嗬，已經有3年啦。3年來牽到問題，其中一個最大問題就係線上嗬反映講冇教材。故所以呢，我哋就請嗰度專業學家向下來編一套教材。我將真正嘅熟悉嘅模擬驗轉來，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評估，對幼稚園推展最有效。故所教材嘅編訂以最接近生活為主。認識水果啊，認識青菜啊、草菜啊，又係個我去查、我去塗顏料啊，不用解睇媽媽去那料，像一道事情係最貼近我哋生活嘅部分，故所以呢，我哋更加到嘅編譯教材地位，來適合幼稚園嘅適應嘅線上嘅教學。編寫教材嘅學者表示，研究顯示，行業層進式教學可以提升適應嘅客家話嘅能力，實施嘅研究成果越好。屏東縣3年前對3間幼稚園開始，到更加有19間嘅幼稚園同托兒所，一共有33班實施行業教學。客家事務處最大嘅目標係屏東縣嘅客家地區，仲做得全面實施全行業教學，而讓我來達到全行業教學嘅目標，還愛學校、公部門還有家長共同來努力。客家新聞潘成旺屏東報道。對客家莊教行業係最簡單自然嘅事情，我係講到年出面嘅普羅地圖教行業係一樣般嘅狀況。未了研究嘅行業線上，2年前從差唔多全學校對行業嘅公幹項，換調到差唔多全學校對年出面嘅南莊項都好貴少。所以講學行業學生嘅減少當多，我了解線上
还係取消當用先嘅教小朋友講學，因為佢希望對年全面普落嘅少數客家系列學生啊，還係記得設計滿意。小朋友啲教籃球，苗栗南中東河國小嘅教員本人感覺當出彩，今年客家貢獻獎嘅得主齊歡成主任，一下做啲一件學教服務。本地啲苗栗公館延安國小教書嘅佢，6年前調到亞庇做主任，唔過也打俾當時係年出名小朋友，本人愛客家文化嘅佢，每花一段時間思考，因為本設計行開融入一個環境度。啊，睇下片一本係一種當成嘅感觸出嚟講，客家文化都當個狀態，其實已經都係快速嘅啲嘅流失體咧。啊，一本係當到嘅反向老思考，本來都一到位就講我係呢繼續嚟先前嘅行業教學，但係我也要求自家做啲繼續嘅嚟持續嘅嚟創作。全校有80名嘅學生嘅，但是喺台亞韓國賽下嘅人出名，搶15名客家學生嘅，韓國部分係人客結婚嘅天意台，外地也為推廣客家話，愛韓客上網。說你是一半客家人，一半是泰雅族哦。你還會講客家話嗎？不會啊。不會啊。那你家裡都講什麼話？家裡啊。你有冇開公媽話？你有冇開公媽街話？我不知道。不知道。齊歡成認為推廣客家不應該受到外在環境影響，推廣客家文化具有當多種嘅方式來機會。其實我知道，唔會受到兩外在環境來影響，主要係因為你在啲做啲客家文化嘅工作度嚇，有各種嘅形式做啲來呈現，唔係局限在啲一定要有樣嘅特殊嘅嗰種環境。無因為環境改變自家嘅想法，雖然都係一類行人當社會素材，還可以做得延續熱情。齊歡成咪希望自家喺傳承客家文化方做得客家用心。客家新聞總之明苗栗報道。講到老年殺，對部分人來講，可能係一項禁忌。不過其實都當到客家地區係講多多專業，冇成繞去做生意嘅時節，正是做嚟為禍害長輩賣老年殺。咁做要添福整修嘅意思。你現代人對生命嘅觀念可能冇強壯，